好，来乡亲继续来看澎湖的鸟树，是全台湾第一座海鸟的保育区。即摆当是这个鲜艳海鸟到这个鸟树过境生团的季节，讲有几啊千只，数量真多哦。啊，坐船来行一抓，就会当看到渡鸟的生态。即摆就对着咱的记者独家的镜头来看这个几千只的海鸟做伙飞的迄种壮观的景象。下来了！哇，天哪！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鲜艳哦。规定拢伫海面上，而且阁有几啊千只，因全部拢是鲜艳海鸟啊，数量真济。一到热天，澎湖的鸟屋就拢变做因的厝。这个海子洞黑的，对不对？往上面有土黄色的，那个就是火山角。无人住的鸟屋有很不严的天然地形，互鲜艳海鸟啊，逐年拢会使来遮安心生活。鲜艳海鸟啊，除了下头，规身躯拢是乌加白色，全球热带海洋岛屿拢看得到因。因两体动物和鱼仔做主要的食物，逐年拢会飞来澎湖继续生团。现在分享的全部是亚成鸟，好，那它会在这里产卵。较山的鸟妈妈会抓准鱼面上网仔当中的浮的桶仔是很不严，就直接孵卵。巴肚枵的时阵，因甚至会飞起鱼面伫海面上藏的上网仔收物件来食。我们的中秋节澎湖的起风起来以后，全部都往东南亚迁徙了，它就候鸟，就是我们夏天的候鸟。除了有特别的玄武岩，阁有真侪鸟的活动会使观察，互生态旅游伫澎湖会使继续发展。游客坐船出航会使看到真侪鸟仔咧飞的壮观奇景，深化保育嘛会使保留小岛的生态。